李凤春为生计必须于何用的？他上次到市口汽油市场，嘿，那不真叫瞎子。对过平房市场了，喜鹊请的是石先生三姑当。那么李凤春东规矩个，要进3大平房拿来报考。不觉得石先生口见到李凤春，心里想没管好。哪个三句啊？哦，你要刚刚得来，你已经来看三凤子啊？是闲话当中冷热热风嘛，不好面孔。搿凤春也语个了，现在别人谈我这个大数子，那石先生，当我手举住了一个门堂子里向，我个处境你才晓得。家父心情细，为了千里相里，你那还是干个呢？我叫你上阿叔个呀。哦，你们都不想当，我们34，内心的我实的一个劲看不上。人才一口气，心里想轰，对呀不为把主身的忙生熬的一百对，4句，100对呀，动地呀飞啊，到动地内口，内飞啊，内飞么我呀，动地拿起来忙生袋袋里向一扛么，把主身来为王虚岁。三凤大个小王，吃开腰尾火海上不了登上台。分晓得个三凤心里想了担心呀，今在对过凤春市场里不知还有几伙人，眼睛过来拿手窗嘎嘟一推，忙得我师们，哎呀，只看见个灯笼一再一再随往自家市场过来，在这个从抢的是凤春啊，今在腰里向那市场里。不会有几伙人的哇！哎，送钱了，实施的还不毛骗的。那么免费的 offer， 买水叫试水。那么那市场门口呢，摆上板桌，后期呢，所以买试水，上个做菜了。那么多那个做古董里的，进去一个，那么呢，马上做古董里一动，呼噜噜噜有声音，后期还害了，3位啊，4位啊。那么以下听见了所务一代在送出来，现在一再一再灯笼随忙从平房市场而来。那么该到市口了塔屋边上大蓝天呀，搿风抖得了，哗，真是为山东腊月天寒地冻啊！
世事也因真人思想也是中，为子看得尽心来听中。就那个傻无八的时代了，从是一句闲话的，叫不让傻无不让呆。那么处理在海上，山上开始在门内后等待抓下哟。三王打三王，打上时代。哎，你都刚刚打上时代，门里一亮，打进那个听卡。这个听卡的说临时面的，在市场里一口卡满，往那个啥，有台浪先生外分开口的，嘿嘿，单个不会听卡。石先生坐到时代浪向，听见后头浪海单个不个听卡，心花怒放。不个听卡，李凤生啊，李凤生那个是一句诗话说得里去了，心里向一开心啊，我又开出口来喷松。这个诸位来听众，今朝你小凤为大家献上一曲《杜日娘》。这小凤还听见了呀，听见了那海带狗不个听卡。心里想憋一天，哎呀，风尘啊，那啥只有不个听卡，不个听卡哪是时间？那他是在讲个100个108讲两三应用上啊，根本为还收收完。哎呀，不个听卡哪是？分析了杜日娘的第一句，夜里风里杜日娘。把这个三凤男子里向，让老想108个英勇悍汉，那么还开出口来一出，两三英勇。石先生脑子里向嗡来来听呀，阿人家西瓜子啥啥都没开辟呀，比两三英勇人，虽然让文服了身浪向了，所以把周身来么盯到的眼睛，一抬三凤一吓。
这是靠两三应用出来着，还是天都是你那么还不想把那个代表两三应用读着呢？有两听可弄不懂的。哎兄啊，哎，让唱双开配啊！你先生刚刚摆的没清爽，都是娘的。都是娘，哎，你都是娘，你才晓得吧？哎，对谁来嘛？农人800箱嘛，贴了上高里洗脱个呀？要么分析吧？那弄得是两三郎，要么分析就到两三郎去个。辈子上是两三岁。哦哎。那么我得弄不懂，两三郎嘛，大家谁晓得？108升啊！哎是吧？搿都是娘上次两三嘛，那就画比赛，搿名次要重新拔一拔哎，辈子都不出来的吧？109是样子个来是样。哎。那么来兄弟，我顶关心的，但不是你上不上两岁了？那关心啥？这个都是娘分析嘛，你配不上人呢？哎，配不上呢？要么去配8路之人啊？非要你那个大都有困难的。哇！首先生气得了，椅子往上台子浪向砰一砰。搿头面公司两三应用嘛，搿都是让人吵下去。身里向实在龙江嘛，顶了是下头。搿个智慧来听卡，对不是啊？搿个你小凤啊，有点了浪发红眼，所以呢，是里向混咚咚嘛，有点胡言乱语，对不是啊？对不是啊？对不是啊？一个沙莽如闯过来嘛，顶了是该忙的上游的第三把，搿顶飞个浪忙，因手顶上，先让龙江子闯出去，对不是啊？丁飞以后需要人，此人大名叫丁一国，来了木到日本人搭着飞的，本地人，30岁左右光景。这个人呢，那个牙是做蔬菜生意，他屋里向五星花蔬菜丰富，里头个牙现在讲起来100只拖拉子，发支票财。所以个丁一国各种毕业们，里头牙是送礼到日本去留学的。导致日本那个3句法哈家读书，心花纷乱，吃杂别等么，学位分诺上。哎，一看日本闲话都讲得不错。回到中国之后，大事体们做不来，小事体们看不起。那虽然日本人身边边做个翻译官，但蛮叛逆的。但是日本人们低头行业，对准老百姓耀武扬威。此一番吧，日本人派你到市口来耍。捉新四军捉游击队，你守进了市口。那么首先站的来讲，大概到来说西门的大厅，搿点对面人物啦，侪要请得来听书。搿等于我们一代机会，不晓得你啦，不大懂说书的，但是人家请礼嘛，我今朝手上兵总要来了。大正书上从到现在了，哎，你倒听出味道来着。还是欢喜听书法，两个女巫虽得是对漂亮，别致的，而且呢当中13凤飞来别致，哎呀，这个声音哎呀好听，个文灵性不里都归得起。而且今朝个丁飞是，不是西式打扮，一身中装，上身紫香头面子，大红花头的薄丝绵棉袄，西装裤。黑皮啊，擦得上亮，头巾里像一条鹅黄的羊毛浴巾，细丝头，面孔白煞煞的，白里带青。现在一看，哦，是个娘长车子，首先长对自家人当宅户，嘿，搿老实讲，我也听不懂。我们来看看面孔呀，啊，无所谓，随便来穿点啥，我侪欢喜的。所以对赵先生让点头小嘻嘻么应酬没关系，随便穿点啥不爱个。口里对点点小嘻嘻么晓得个，不要紧，叫我非要放上心浪向，做定心结婚。那么智慧来听卡，这个金山人开篇么是不唱菜，这个小凤的身体不合发红眼，让我另外一个学生子小王啊。来送上一曲雷音歌曲，步步行啊！那么来听看，人们从前带有雷音歌曲的，啥个年代有个？当时其实叫时代歌曲，
哦哟，上海滩上是搿两个流行歌曲的明星了，搿是红得巴拉啦。因为搿到市区是乡下呀，你说个唱一只流行歌曲，搿是会了得了。场子里讲哇，一片掌声，搿是哪嘛了？都该当么哪嘛？搿么岂有是然的哈？不过听好，李凤春呢，这样上台，不过听好一上台，今朝第一天发手手个，一看门闸，小伙子有本事呀，喉咙也是好，打到台上马力个声，搿个唱呢相对相唱，不晓得岂有是然了，辣平房的东面，隔开一顶墙。今朝吹个西北风，李三哥浪上风头，李凤春相对相唱，搿条喉咙呱啦啦，个声音啦传过来着，受得给他平房了，坐辣后头两个听客侪听见，一听哦哟，对个是啊，那个小伙子喉咙哈，唱得来得灵啊！大家侪让交头接耳，侪让窃窃私语，交头接耳。哈！为啥先生还听见呀？啥体么？你坐辣台浪向，口得心上，听得明白。哦个，对个市场里向个小句啊，拼命噻，怕是喉咙浪开完。可是小句本来有点好喉咙，声音受过不来，毕竟刚开点喉呀。后头两把听好了了路上子，不讲唔少，多么路上。门子反复上去不离人砸空气，我搿搭是要不靠我的，搿面子包得落得去啊！单先生在台浪向说事嘛，一随人观之，不可开山唱的。但个脑子里向就是8个年头嘛，画鼻子。搿么你本来要说啥个诗呢？日里向是聂金凤，夜里向嘛开杨梅屋。搿么聂金凤里向两个主角们来听中来说三个。谁多少？谁肉菜？谁回来？那么杨大夫嘛不必说噻，谁保守？杨大夫是一把菜。那么要里向开杨大夫，说罗里有头诗人，应该讲是要在店里个谁开谁保守啊？但是一把菜我和马子英，当面往向一看我杀杨大夫，但是一把菜两家头通改没名啊！该项诗里杨大夫的冤枉官司吃得没头一定的。大概你手指8个年头嘛，开出可以来一冲。这个奴婢者要在地里先开谁多？那么意思，这谁多这辈子要在地里先开嘛？这个头名是为说多起来，中手台浪向经验丰富。谁都这个字是把你说他们多2个字上去，这个本身啊，那么样子，彼此谁都本身子，搿谁都这么谁都这，谁本身么谁本身，搿谁都本身说啥？后头听他听见嘛，一个路人呀，那一个路人嘛，台浪向就是一晃嘛，像开500的车子，这个我陪着这个谁回来呀？不你都要看我啥？但是一把菜两家头通改没名啊！是不是该枪市里谁回来个冤枉官司，吃得没头一定的？你看啥地啥来着？哦哟，你到底老说啥个事情？该赢杨大夫么杨大夫，该赢灭金凤么灭金凤。现在搿部书说关部书老说，搿得啥个名堂？后头听也是个路人，再难了自家。当然，这样种新人荒嘛，还会都留人家。说不下去噻，说不下去嘛呢？要进来个结杀车，来个4-6位，啥叫4-6位？是休息，从这个休息了，不下去的，等了台上休息的。那么后期萝卜垫子过来嘛，杯子你想冲点茶，赶快面布，那个先生靠布皮了。你上来嘛是台浪向，还给我拉不出来，一口气唔出去嘛，吃到台身浪向。这个金根啊！哦，先生，那个门窗还有啥得个乖乖好呢？为哪了？那门窗这个开得实当当嘛，哎，
别人台浪向一分心。哦，有什么，晓得着，要叫侬门窗关好。等到门窗一关好，石先生吃口茶，平平气，定定神。那搿来没得点老子讲，下半位诗人是得会可以，等到诗落位么，气个忙进房间里向，一动。今朝个丁飞爷请客吃药膳，气灯点得上亮，一张布水做4只靠背，师傅背块台上4只冷门。后继金根过来称一称，三王坐领导，石先生那个丁飞爷是吃什么面对面？石先生心里向窝死了海，眼睛一上昂块浪向背点擦屎，白过来对张凳子一口么，金根啊，哦，先生。凳子上考清爽，刚考过啊！你用什么补考嘛？越考越龌龊子呀！哦，咁再考，还得是让雨生了嘿，拿起来嘛，考一考，能不能孩子嘛？这个丁山，邵先生，今朝是台浪向真正难为人。哪能啦？哎呀，个三娘哪会得混子个对了？这只开篇也会得唱出来。你毛毛，你也不比我喊起话啊！口冲雷动，我想当山做这个一抽了嘿。邵先生，侬不是台上打过招呼了吗？今朝邵小姐身体不好，有点发寒热嘛，这个不要紧的呀，人家听众会得谅解的嘛。那么你没唱错脱了？侬台浪向不理好嘛，李登可没把你倒花的呀，自讲说车子么大光我个你，真叫你是先生，我是学生子。还得你讲八句，邵先生，那这个设施呢，我倒也不是老懂的。不过那2个听客在那讲，讲这个设施蛮难的，叫口出万言，起无一差。是呀，有辰光稍微说错点嘛，这个也情有可原，才会谅解，会得谅解的呀。那闲话没这样说呀，跟我心里向总归窝死个一个对。邵先生，听说这个单哥也来自个设施先生的。对，这个小事叫李凤春。李凤春，侬熟悉伐？这个要想那里面浪向处比较是两声哇哦，闲话得知实际浪向眼神里向一般么，小凤坐了旁边，说他个这个丁山，那你说是个行话当中有这样个规矩，哪能？就2位诗人同摩托呀，进了这个叫做跌档。那么跌档，单个诗人个情况呢，能够发台嘛，尽量避一避的。这个名堂叫得不上的。搿能个道理。就啷个打开？后继金根啦，拿个吹弄进来。搿金根啊，对个石先生蛮有看法，看不惯。啥体嘛？一本正经的不想当面孔，难看说了。难看2女下水呀，不2女下水啥点生意啊？好有不得了子，难不是个？后日了，每只三菜一点侪意大利的，侪讲不好的，还有侪海不是米，后天么是好的，只因不讲吃太多，巨牙菜肉丝嘛要开牙齿盖，那么多吃糯米肉嘛是要顶胃的，多吃米肉嘛是要擦皮的，那才爱花头腿了。好呀，这都不想当跑的啊！吃得不灵嘛，为了本子忙中狐狸多特个样，真正气死了！你看2女下水呀，是不是个金根有个差呀？叫强对金根，不毛讲个，谁有同地人之费，协商要费不眼个，金山就只要够出事，我们也出气的，所以忙中台上一放，儿子啊，最后来的，罢了，邵先生，单个羊汤店，哦哟不得了啊！哎呀，侬刚刚去一张了，闹忙得来，谁让讲2副诗上那个事体啊？哦哟，石先生一听嘛，关心情的，啥体嘛？背这个口碑啊，关系到民族生意情况的。那么，金根啊，你到了浪说点啥家？浪讲点啥？讲点啥么？你要听啊？你讲点说来听听看呀。不过，邵先生，是你叫你讲的。我叫你说，我讲不讲？
你想闲话蛮难听啊，难听真非动气啊！来别啰里啰嗦，来这故事啊！搿么听下子啊，那。阳涛地里，哎呀难非非，吃羊香么在了老是哈配带，说到市口真浪么趣事多，两副是让么大对对。来自一个年轻人呀，下辈英勇么真海外，杀人无罪么地狱怒，云枪是么海底飞。一杀两杀血地足，无论为义不太白。此却只因天上有，神体能够分几位。平方世上真得美，看来呀这没顶在。眼里莫说实习长，还要老高我们实力特太白。听说来这个30岁，台上是文艺妇女后楼台，衙内户识得面金融。三把菜么搞不习惯来，衙内户么他只一个鲜肉菜。听得三话碰上，哎呀，受不是娘，不看里向会得滴出来，是乃14时不喝，血头放不来。唱上戏嘛，就不听得有出来，小句的警告，看来也得翻，吓人的面皮嘛太人呆。各种新闻事娘，明着是说方最是一道小舞台，哎你哎！对邵先生忙忙的听得21，听得21哎，听得个邵先生面孔红一人，白一人，青一人，这个强壮人人。那么今根啊，哦，你到外港的啥家？外港啥？嘿。讲今朝对搿么拨个听课，搿个拨个听课了，不会办事。哦，搿个拨个不动接首章课，问着你给他聘访，我是出现嘛，人家不回来着，不回来着。而且搿个拨个听课有名堂个，啥个名堂家？搿个拨个人啦称得叫博士，哦，博士，搿个博士啦侪有名堂个。江阴店的参加里，裁缝摊上技师傅。为一个不合适嘛，在一个皮上来搭子，那么呢叫七尺不搭，叫七尺不搭。这个四个还有了，米阳里大先生，搭了个娘舅老板，刚是个七先生嘛，肉摊头上长老板，该个叫大板气长，那个叫大板气长。你都没七尺不搭，听得我大板气长。哦哟，是这个李凤春子，说得哈，唱得哈，学得哈，样样哈。我得服帖噻，是三句这样喝的了。服帖啊！人家讲个，哎哟，该搭平房子，台上3个人算算蛮难嘛。开篇要唱出呢，2、3英雄大热娘呢，人家这样讲个。小凤发后日身体不好了，那搿来我也说个，人家实在只要身体不好了，发后日都要牛2点个。那么人家有闲话，下水浪发后日嘛，上水也浪发后日。哎哟，杨内务识得苗金凤，苗金凤识得杨内务。好哟，三把菜搞不习惯来噻，说难了。听见来这个30岁，嘿，人都也不认得个嘞。办这个出了，是我办这个3句了，好得人都也不认得。搿么你多讲，你多讲呀？在，就跟啊，该打500来事体了。来，睡吧。吃子口气，把我磨脱2声。真要想醉，旁边丁飞一听嘛，呀，这个么事代表说实好听嘛。今个慢慢讲，侬再讲下去，后头哪能稍微也讲下去了。
哎，那么石先生，你搿种害人说闲话呀，我不晓得，你大想当，是啦，那不搿里头回闲话了，啥个闲话讲？搿个报高头啦，说要拨单个李凤春50个听卡，不满50个要补助你50个，人家讲个，你搿搭生意还有啥？你开2个下水呀？那你到李先生呢？大家下水拨脱，人家本来对打，大家对的对，他是李先生敌不过你了。你到城南辣盖搭镇浪向陪一圈，非但陪一圈，搿不高头从今往后，门不出，茶不吃，书不听，蹲辣屋里向要睡睡在好，嘿，搿闲话讲出来嘛，对里妈妈那个头门嘴啊，吃得下去了，手们忙声忙头一排头。寿先生听得气哟！哦哟，该想是你碰上李凤春个三句，会得真个三句得金刚的，对不啦？历史里向是会得收进我社会浪向为何去白白的啦？推得叫一根，搿么呢？我也想弄个三句龙兄弟啊，今朝只好辣那丁飞的面浪向做文章。不过白周生来一看嘛，三凤坐辣旁边，特诧异。管理同生，哥哥，三凤啊，先生，你身体不好让发寒日嘛，这点困觉样样好弄。哦，小凤啊，哎，你陪子三凤这点回房困觉去嘛啊！风晓得旁边个三凤才听开了老呀。哦哟，听得个老是开心啊！凤春啊，你总算立来脚头子。别个现在先生喊我追呀，上次也吵你追家，辰光嘛再了哇。但是先生规章不敢不追。像两高头，男女吵开不只要商量点少。哼，搿个两高头蹲了一台么，500汉事体。石头把你踩上去，等得两个三姑娘一追嘛，石先生声音咔咔低，哥哥。丁先生，邵先生，刚刚来了问我，李凤春的三句我也认得，哎，啥叫也认得着？哪能？苏建我搭里住了一个门档子里，哦，一个门档子搭里乡里呀，三句我从小口里读的呀。搿个三句呀，白羊本事5本，好女人的本事多大？哦，还有不知呢？你晓得我孙子2个好生子嘛？还不忙里读这点7岁，那么呢？我将来年纪大，长不动什么，还有个渴望啊！对了，那今年上30年了，苏州前他像石头上的3开口中的3户，对上盘3000块大洋的嘞。来得可桩事体呀！不知那还把那季风生的3句得清楚，还有个3句做事做得出个，拿你3凤要出去。一靠，一闪，一举下去，一立起来。哦，弄得个三娘头也发昏，随时答应你呀。说今天下去，只得你来往了8个男人不来往者，搿桩事体眼睛不离，结脱个呀。哦，对能啊。哎，那么此番你得试开来。我听这里上方讲，你顶上嘛，我就该打个大呼，而是人品就是和风雷倜傥。那么你三凤呢，身材和面孔漂亮，得那两高头嘛，真正叫天人一对，地人一双。本来我有这样的心思啊，要拿你三凤叫啥不能顶上，不知你顶上还有这样的意思呢？所说的顶飞也不是好么子，你也不是来听书的，你个南京是那东两个3姑娘南京，尤其是个邵三凤。你在说么呢？邵先生，你让教授，要弄邵三凤教授本我们打开个馒头不吃，嘿，落得不想想。哦，邵先生，侬有点那个意思啊？咁么，总要让上侬邵先生啦。哦哟，客气客气，这个名堂叫悠悠千里来相会。那么像你顶上这个，还是样样侪好，实在实美，就10人看见9人爱，一个饭。指头一塞，嘿嘿，
那么人人看见是谁要动心的呀？凡是三姑娘看见要动心。虽然我们老老的嘛，我看见是心里想还别贴的了呀。那么谁讲我是个不年轻，我是个老老的，我是三姑娘嘛，我也我不来的了呀，是啦。邵先生，侬要放学的，侬要放学的了嘛？这个丁山，那本来蛮好桩事体。那么个三句赶忙的里向说出来是，站浪向来自一大。是要我问谁知不离鬼他个这个，搿台浪向开篇为的唱出来是样的，所以我让想啊，搿个三句当你不合比，乃没了天浪，立了地浪，乃不是哭杀，立是穷举，你哪得来比呢？样样侪不合得来比，不过有一样啊，丁山，哪能？不是我错乃买的，乃好叫乡里何谁何谁，乃有福气的哦。你好女人的本事啊，大比错得有了，是啦。那么你首先有句配对的，这个对谁这方面啊，你了李凤成米郎，永远是个死狗郎，对你妈妈硬是爱的手累累。我就定非个想，我要真正靠不对靠不了啊！来这个314当我来抢美人啊，干嘛也试试看？哦。邵先生，干嘛的呢？明朝我准定到对过市场去一趟，我倒要看看，这个小说是啥地方来个对联啊？经过了泰山头浪动土啊！对，邵先生手风地火使伎俩，狼狈为奸闹市场，到底那哈何为其容？这个是一部讲着40人的血泪成长史。30岁初出道，为生计最孤单，10几度内地方决于余生，再把尸体上。随部感情长片《艺术纯粹》，9个年纪起盛大开播。